如果你已經65歲喺美國過緊退休生活，我想提醒你一件好容易忽略嘅事，有啲退休之後嘅固定支出，原來係有空間去調整、減免或者有優惠㗎。只係好多人做咗成世人都從來冇主動去查過，並唔係叫你慳住過日子，亦都唔係叫你去揾乜嘢着數，而係美國有好多專為老人家而設嘅優惠同保障項目。唔少華人朋友勞碌咗大半生，竟然從來都冇去了解過。我喺美國生活咗30幾年，見過太多咁嘅情況，樓又買咗，401k 又供咗，社會安全金又開始攞。但係退咗休之後，每個月揭下啲酒單，硬係覺得手頭比想象中掹緊。後嚟我慢慢諗通咗一件事，好多問題唔係因為賺得少，而係退咗休之後仲係用緊後生嗰陣嘅方式去俾錢，嗰啲本來可以調整可以減免嘅支出，就繼續靜靜雞由你個戶口度扣走，一年夾埋，可能係幾千蚊美金，10年、20年。就係一筆足以改變退休生活質素數嘅大數目。今日我想同你傾下嘅就係65歲之後最容易被忽略嘅幾個慳錢位，佢哋唔係乜嘢秘密，亦都唔係漏洞，而係美國呢個成熟社會制度裏面本來就預留俾退休人士嘅空間，只不過好多政府項目並唔係自動加入，而係要居民主動去申請制度喺度。但如果你唔了解，唔去查問，就可能錯過咗本來符合條件嘅援助。入正題之前，我想花幾分鐘講下點解我哋華人特別容易走漏眼。我哋呢一代人嚟到美國嗰陣，大多數都係一個行李就係全部家當，喺餐館廚房洗大餅，喺車衫廠踩衣車，喺人哋公司由最低層做起。我哋信奉嘅係刻苦，係死慳，係唔好麻煩人，係靠自己。呢種骨氣令到我哋喺異鄉生存到，山到古根。但係到咗退休之後，有時呢種骨氣反而會變成一道牆。我唔使人幫我自己搞得掂，嗰啲係俾窮人㗎。我仲有啲積蓄，唔好意思去申請。英文嗰啲表格咁多，睇到頭都痛，算啦，唔搞啦。唔好煩啲仔女啦，佢哋做嘢咁忙啊。呢啲說話你聽落係咪好熟？可能你自己心入面都咁樣諗過，但我話俾你聽，美國好多專為老人家而設嘅優惠同減免，唔係救濟，而係美國社會保障體系入面提供俾合資格人士嘅啲支援。你後生嗰陣交嘅每一蚊稅，都係為緊呢個社會嘅運轉作出貢獻。到咗而家你老咗，收入少咗，呢啲制度就係用嚟令你晚年安穩啲。唔係太大手板問人攞，而係你作為合資格嘅居民有權去了解嘅資訊，而且裏面有個好大嘅心理誤區。好多人以為只要自己仲有少少存款或者有層樓就冇資格申請任何優惠。事實上，好多項目嘅門檻比你想象中複雜，亦更加值得去查問。特別係自住嘅樓，一部主要用開嘅車，甚至某啲特定類型嘅退休儲蓄，喺計算資格局嗰陣，通常都唔計入資產。你覺得自己太有錢，但喺制度眼裏面，你可能就係一個合乎標準嘅長者。你唔去問，就永遠唔知道嗰度門檻實際上係幾高。帶住呢個新嘅睇法，我哋一齊嚟睇下邊啲地方最易造成退休現金流嘅流失。我將佢哋大致分做3類。第一類係決定退休生活底線嘅大格固定支出。第二類係同你揀邊度定居直接有關嘅長期生活成本。第三類係收埋喺日常生活細節裏面，單次數額細，但累積起嚟好驚人嘅隱形流失。咁樣分開睇，你就會更加清楚自己啲錢究竟喺邊啲缺口度流走咗。先講第一類大額固定支出，當中排第一嘅就係你住咗幾十年嗰間屋。我見過太多老華寶啊，貸款早就還清晒，仔女都搬出去自己住，但係每年嘅地稅就戶口好似還極都還唔完嘅，就係咁。年年間屋企周圍環境好咗，樓價被帶起，呢樣本來係好事，但稅單上嘅數字亦都跟住水漲船高。退休收入係固定嘅，社會安全金每年可能只得些少生活成本調整，而地稅一跳就係幾百甚至上千，呢度加嗰度減。
壓力就變得好實在。點算呢？好多人唔知，美國唔少州同地方政府為咗合資格嘅65歲以上自住屋主提供咗唔同形式嘅地稅減免或者延期計劃。啲名堂五花八門，有啲叫長者免稅額，有啲叫家宅豁免，有啲叫稅務凍結。講穿咗就係一句說話，因為你年紀大，收入有限，所以喺地稅上你可能會有空間得到一部分寬免。具體操作上，有啲地方直接喺你間屋嘅估值度減去一個數額，只係對剩低嘅部分徵稅。有啲地方將你嘅應稅價值凍結喺你滿65歲嗰一年嘅水平，以後就算出面樓價點樣飛升，你嗰部分係被凍結咗，喐都唔喐。仲有啲地方按你嘅收入直接俾你稅額抵免。各地規則差異好大，但核心都係一樣嘅，承認退休屋主嘅支付能力喺度下降，需要稅務上嘅緩衝。關鍵在於呢個優惠幾乎唔會自動生效。縣政府地稅部門嘅電腦裏面清清楚楚顯示你嘅出生日期，亦都知道你擁有呢間屋幾多年。但佢哋嘅職責係準確咁徵收，而唔係幫每個人去揾有冇減免。你默認嘅狀態係全額繳納，除非你填咗表證明自己符合條件，系統先會同你改。我留意過一種好常見嘅處境，譬如話某啲地區符合條件嘅老人家透過申請之後，一年可能減少幾百蚊甚至更多嘅地稅負擔。有一對老夫婦住喺幾十年前買嘅郊區舊屋度，先生走咗先，太太一個人靠住唔多嘅社會安全金同少少積蓄過活，每年地稅單寄到嚟，佢都要對住佢發愁好耐。佢諗極都唔明，層樓係自己嘅，點解仲要交咁多錢？直到有一日，社區有人提醒佢去縣估值辦公室問一問，先發現佢所屬嘅縣對65歲以上收入唔高嘅獨居屋主，學校稅部分原來可以減走相當大部分。佢填咗表，補翻啲材料，好快就批咗落嚟。呢筆慳到嘅錢對佢嚟講，意味住冬天可以將暖氣校高幾度，啲關節唔使咁痛，意味住可以買多幾次新鮮餸，唔使成日食罐頭。更重要嘅係，佢唔使再喺深夜對住張稅單眼光光失眠。所以假如你已經65歲以上，或者屋企有長輩啱啱過咗呢個年紀，唔該你花一個下晝搜尋你所屬縣嘅名，後尾加上長者地稅減免嘅英文關鍵字，入去縣政府嘅官方網站揾長者減免嗰一欄。如果英文唔方便，而家好多瀏覽器可以直接翻譯網頁，睇過大概呢一步可能係你退休之後回報率最高嘅一筆時間投資。大額固定支出嘅第二項係醫療保險嘅保費。我指嘅唔係冇買保險，而係買咗但仲喺度俾多咗錢。我哋華人對聯邦醫療保險都好上心，紅藍卡攞到手，應該買嘅 B 部分，應該加嘅 D 部分，或者揀一個優勢計劃都安排得妥妥當當。但係有一個項目，我幾乎每次同長輩傾偈，10個有8個未聽過，就係聯邦醫療保險儲蓄計劃，簡稱 MSP。呢個係一個由聯邦同州政府一齊出錢幫收入唔係咁寬裕嘅 Medicare 受益人支付部分醫療保險開銷嘅計劃。佢可以幫到你乜嘢？最直接嘅一樣，幫你支付 B 部分嘅月保費。每個月政府會自動由你嘅社會安全金度扣走呢筆保費，每個月大約100-200蚊美金，一年落嚟就係2000幾蚊美金。如果你嘅條件再好啲，符合更高嘅援助級別，佢仲可以幫你覆蓋一部分睇病嘅自付額同共同保險。咁邊個有資格？好多人就係卡喺呢度。一聽到要收入限制啊，即刻定頭，覺得自己肯定超標。只不過你知唔知 MSP 其實唔係單一項目，而係幾個唔同等級嘅援助計劃。每個級別嘅收入同資產標準都唔一樣，而且每個州對收入同資產嘅計算方式好多時比聯邦標準寬鬆。喺好多州，你自住嗰層樓唔計入資產，你名下嘅一部車唔計，預先撥出嚟嘅殯葬費唔計，甚至一啲個人物品都唔計，只係睇你嘅現金、銀行存款、股票呢啲流動性資產。
收入線亦都唔係大家想象中嘅赤貧線，好多州設定喺聯邦貧窮線嘅1點幾倍甚至更高啊！我見過一啲長輩本來以為自己嘅收入同存款一定超過標準，但真正去諮詢當地機構之後，先發現自己所在嘅州嘅計算方式同想象嘅並唔完全一樣。呢個項目從來冇人追住你申請，社會安全局知道你嘅收入，醫保系統知道你嘅年齡，但 MSP 需要你去州嘅醫療補助辦公室或者社會服務機構專門填一份表格。呢一步你唔做，保費就每個月照扣，你做咗，可能由下個月開始扣款就停咗。我建議你唔好自己坐喺屋企估估吓，最直接嘅辦法係喺你所在嘅州揾到嗰個叫 SHIP 嘅免費諮詢服務，全稱係州健康保險援助計劃。你只要喺搜尋引擎度輸入你個州嘅名，加埋 SHIP 就揾到電話，打過號會有一位受過訓練嘅義工接聽。佢哋唔賣產品，唔做推銷，純粹係幫老人家搞清楚醫保嗰啲選項。你就將自己嘅大概收入、社會安全金額、存款情況話俾對方知，問一句：我有冇可能符合 MSP 或者其他降低保費嘅途徑？佢哋會一步一步幫你分析。呢通電話可能花你20分鐘，但係跟住落嚟呢一年，你個褲袋度可能就多咗2000蚊美金現錢。呢條數點計都值喎。大額固定支出裏面仲有一樣同每日食開嘅藥有關，好多年紀大嘅朋友身體點都有些少慢性病，血壓高、血糖高、膽固醇高，藥盒一打開紅紅白白成堆。過往呢啲年大家最驚就係藥費突然間飆上去，尤其係以前 Medicare D 部分有一個令人頭痛嘅缺口，叫冬甩窿，自付去到某個程度就會跳升，好多人頂唔順，唯有靜靜雞減少食藥嘅份量。而家情況有好大改善，根據立法由2025年開始， Medicaid D 部分嘅參保人每年喺處方藥上面嘅自付總額有咗一個硬性嘅封頂。2026年嘅標準大約係2100蚊美金左右，意思係你一年裏面為 D 部分覆蓋範圍內嘅處方藥由自己口袋拎出嚟嘅錢，只要累計達到呢個上限之後，喺呢個年度內計劃就會承擔後續大部分費用，你就唔使再為呢啲藥支付高昂開銷。呢樣對於長年服用昂牌子藥、昂貴藥嘅長輩嚟講，係一道實實在在嘅防線。只不過淨係有制度仲未夠，如果你唔清楚自己今年究竟已經俾咗幾多藥費，個心始終都係吊住。每個月去藥房攞藥，仲係會有一種隱隱約約嘅恐懼。唔知今次會唔會又要俾多啲要解決呢個問題？方法簡單到不得了。每年到咗10月、11月，亦即係 Medicare 開放投保嘅季節，你拎起個電話，打俾你藥物計劃嘅會員服務部，就問一句：我今年到目前為止自付嘅藥費一共累積到幾多？對方嘅系統一查，就會話到一個確切嘅數字俾你知。你一聽，如果已經俾咗1100蚊，咁你就知道跟住落嚟睇醫生調整藥物，個心就有晒底，甚至可以同醫生商量，有啲可以安排喺年尾做嘅檢查或者藥物調整，就喺呢個時間段內完成充分利用已經達到上限嘅保護。如果你唔問咧，你就唯有每個月繼續緊張咁碌卡，完全唔知道自己距離嗰條安全線仲有幾遠。20秒鐘嘅電話換嚟成個年度嘅心安，呢啲就係識得運用規則嘅好處。講完大額固定支出，我哋再嚟睇第二類漏洞，佢同你揀邊度退休直接有關，亦即係居住選擇帶嚟嘅長期成本。第一樣就係州所得稅，好多華人到咗就快退休或者退咗休冇幾年，都會諗一件事：使唔使搬屋？研究嘅主要係邊度天氣暖，邊度近仔女，邊度華人超市多，可以買到熟悉嘅食材，呢啲都好重要。但有一樣沉默嘅成本，如果冇擺入考量裏面，將來就會發現每年交多咗一大筆稅。美國嘅州同州之間對退休收入嘅徵稅方式真係天差地遠，有幾個州根本冇州個人所得稅，例如佛羅里達、德薩斯、內華達、田納西等等。喺呢啲地方，
由於冇州個人所得稅，你嘅社會安全金、政府或者私人公司嘅退休金由 401k 或者個人退休戶口度提取嘅錢，通常唔會被課徵州所得稅。有啲州雖然徵收個人所得稅，但係將社會安全金完全豁免咗，仲對退休金設咗豁免額度。而有一啲高稅負嘅州，雖然社會安全金唔課稅，但對你嘅退休戶口提款、退休金等，按照普通所得徵稅，而且可能冇專門針對老人家嘅減免。呢個代表乜嘢呢？假設你一年有6萬蚊美金左右嘅退休收入，來源包括社會安全金、一筆小額年金同埋由傳統個人退休戶口度提取嘅錢。你住喺紐約或者加州，可能要為咁樣交2-3千甚至更多嘅州稅。如果你搬到冇州個人所得稅嘅州，某啲退休收入可能會減少州所得稅嘅負擔，但仍然要綜合考慮地稅、保險、生活成本等因素，一年慳到2-3千，10年就係2-3萬，20年呢？呢筆錢足夠你帶住老伴坐好幾次郵輪，或者幫個孫俾大學學費嘅一部分。我見過比較精明嘅做法，有啲朋友喺退休頭1-2年會專門花啲時間做調研，佢哋唔會只係睇地產網站上面啲相，而係會打開幾個候選州嘅稅務部門網頁，或者揾個識跨州稅務嘅會計師，將幾個問題搞清楚。社會安全金喺度，使唔使課稅？我嘅退休戶口提款點樣計？自住間屋有冇長者減免？搞清楚呢啲先至決定個戶籍遷去邊。搬屋係大事，當然唔能夠只係睇稅。但係如果天氣、家庭醫療條件都差唔多嘅兩個地方，一個一年令你袋多幾千蚊，一個令你每年交多幾千蚊，你會點揀退休之後嘅現金流？就係喺呢啲大嘅選擇裏面被決定落嚟。居住選擇成本裏面仲有一樣，係每個月寄到屋企嘅水電煤氣賬單。人退咗休之後，留喺屋企嘅時間比返工嗰陣多好多。夏天冷氣，冬天暖氣，再加埋電視、雪櫃照明，能源開銷好多時不減反增。好多長輩每個月最認真做嘅事就係仔細咁核對超級市場嘅收據，睇下有冇計錯錢。呢個係好習慣，但好多人可能唔知，你用緊嗰間電力公司同煤氣公司，話唔定就有專為長者而設嘅優惠方案。好多大型公用事業公司，只要你年滿65歲，並且主動去申請，就可以俾你每個月嘅固定服務費打折，或者提供長者折扣費率。有啲公司仲有平衡走單計劃，令你每個月嘅供款保持穩定，唔會俾某個月嘅酷熱或者嚴寒嚇親。聯邦層面亦有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計劃，幫助合資格嘅家庭支付取暖同製冷嘅費用。一啲收入有限、能源負擔比較重嘅退休家庭，可能符合相關援助條件，但就係因為呢個詞裏面有低收入3個字，好多人就自動跳過唔睇。我聽過一個令人心痛嘅故事，一個獨居嘅婆婆，冬天煤氣照單嚟咗300幾蚊，佢嚇到傻，為咗慳煤氣費，佢將暖氣校到好低好低。自己喺屋企着住2件雨計，仲要裝住裝備。有人問佢點解唔開暖啲，佢話驚俾唔起，係嚟社區有人幫佢打去煤氣公司問一問先知。公司對低收入長者有折扣計劃，仲可以將過去嗰啲高昂昂債單攤分，跟住又幫佢申請咗聯邦嘅能源補助。嗰個冬天佢屋企總算暖翻過嚟，佢對手都唔再係冰涼嘅。佢後嚟同人講，以前總係覺得揾人問呢啲嘢係俾麻煩人，係唔得體，而家先明白唔開聲先係自己同自己過唔去呢啲水電能源嘅優惠。申請過程通常都唔複雜，你只需要揾到紙單上嘅客戶服務電話，打過號，好平和咁問一句：請問你哋有冇針對長者嘅折扣或者係基於收入嘅補助計劃？對方話有，就會指引你點樣填表。可能要你提供年齡同收入嘅大概證明。一個電話可能令你一年慳到幾百蚊美金。你嘅時間好寶貴，但花喺呢度嘅時間回報比起排隊買特價雞蛋要高好多。最後一類係收埋喺日常生活細節裏面嘅隱形流失，
單次數額細，但累積起嚟好驚人。第一樣就係銀行收費，好多人退咗休之後，仲係用緊後生嗰陣開嘅支票戶口。當年份糧2個星期入一次，個戶口成日有進出，銀行嘅管理費自動就免咗。退休之後得返每個月嗰筆社會安全金存入個戶口，安安靜靜。有啲銀行戶口，如果月度結餘低過某個數字，或者冇設立直接存入，就會開始扣你管理費。每個月12蚊、15蚊聽落唔多，之不過如果1年180蚊就咁樣扣足10年，就係成2000蚊憑空消失，而你其實完全唔使俾呢筆錢。一啲銀行針對老年客戶提供費用優惠，或者透過直接存款、戶口結餘要求等方式減免月費。有啲銀行只要你將社會安全金設定為直接存入，就算金額唔大都唔收月費。仲有啲銀行，你若果同時喺呢間銀行有存款信用卡綜合關係，去到某個層級，費用都會被豁免。問題係銀行唔會追住你話阿伯阿婆，你呢個戶口可以轉，我哋唔收你錢噶啦。你要自己行去櫃禮前面，或者拎起個電話問一句，我個戶口有冇免管理費嘅長者選項？唔使覺得唔好意思，呢個係你嘅錢，你有權用成本最低嘅方式去保管佢。第二樣隱形流失係一啲散落喺生活裏面嘅低成本甚至免費嘅服務，佢哋單獨睇起嚟好細，但如果你開始用起上嚟，一年落嚟，亦都可以慳翻唔少散紙嗰時。譬如公證，好多文件需要公證，出邊揾公證人一次15到20蚊。之不過如果你喺一間銀行有戶口，好可能呢間銀行就提供免費公證俾客戶。好多公共圖書館、社區長者中心每星期亦都有免費嘅公證時段。再譬如報稅、退休之後嘅稅務情況，雖然唔複雜，但每年都係要申報。有啲人花成百蚊請人報稅，其實國稅局有個叫 Vita 嘅免費報稅服務，專門幫年長者、低收入同英文唔係咁靈光嘅居民，義工受過訓練，完全免費。你就打211或者問下附近嘅圖書館就揾到服務點。仲有國家公園有長者終身通行證，花一次過嘅少少錢就可以成世免費出入。呢啲都唔係乜嘢大不了嘅大錢，但佢哋代表一種生活方式。當你開始主動去問去揾，你就會發現呢個社會為你準備咗好多少少嘅便利，你用咗，生活就唔再係單向嘅支出，而係一種良性嘅互動。呢幾樣嘢講完，我想翻轉頭講一啲更加深層嘅嘢，或者你聽完會覺得呢啲我全部都知啦。又或者覺得呢啲都係小數目，但係請你仔細咁樣諗一諗，我哋呢一代華人到咗呢個年紀，真正令我哋夜晚瞓唔着嘅，究竟係乜嘢？唔係冇飯食，亦都唔係冇瓦遮頭。我哋驚嘅係意料之外嘅巨大開銷，驚嘅係老伴病咗需要長期照顧，驚嘅係自己突然間唔喐得，要拖累啲仔女，驚嘅係成世人嘅積蓄。因為1、2個錯誤嘅決定，或者一啲唔識嘅規則，好快咁樣消耗殆盡。我哋驚嘅係嗰種失去掌控嘅感覺。而今日我哋傾嘅呢啲地稅減免、保費節省、藥費封頂、周稅選擇、能源折扣、銀行免月費、免費資源，就係喺度幫你逐啲重新攞翻對生活現金流嘅掌控。我成日同身邊嘅朋友講，退休之後理財嘅重心要徹底轉變。後生嗰陣理財係進攻，係想辦法令1000蚊變成2000蚊；退休之後理財係防守，係確保你每1000蚊都係用喺最值得使嘅地方，而唔係無聲無息咁樣由紙罅度漏走。如果退休後每年能夠減少3000蚊美金固定支出，從現金流角度睇，相當於減少咗未來需要依賴退休資產去承擔嘅一部分壓力。你唔使去股市冒險，唔使睇任何人嘅面色，就靠將自己已經有嘅錢守住，就能夠令晚年生活多一份從容。呢個道理好多人生喺股市追逐咗成世都未諗通，到咗晚年反而喺資單裏面揾到答案。所以唔好怕開聲，英文唔好冇關係，好多政府機構有語言協助電話，或者你可以請啲仔女
請信得過嘅朋友幫手，唔好覺得呢啲係麻煩人。你今日勇敢一次，將該申請嘅都申請晒，其實係幫啲仔女將來減輕負擔。因為萬一你將來因為俾多咗呢啲錢，導致啲儲蓄提早見底，咁先至係真正嘅麻煩。你而家做嘅係一種長遠嘅風險控制。最重要嘅係，請你改變一個諗法，我唔係喺度求人，我係喺度行使我作為一個合資格居民嘅權利。我交咗幾十年稅，我係呢個社區嘅一部分。呢啲制度就係為咗我哋呢種年紀、呢種處境嘅人而設計嘅。你唔去用，反而係你放棄咗參與呢個社會為你提供嘅保障。我唔知道而家睇緊呢段片嘅你，實正處於邊個階段，係啱啱退休，定係已經喺美國享受咗幾年退休生活，又或者你係幫緊自己嘅爸爸媽媽規劃晚年。我想邀請你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你或者你嘅家人有冇申請過邊一樣長者優惠？係地稅減免，定係慳咗保費，定係轉咗個免月費嘅銀行戶口？你嘅一個簡單分享，話唔定會提醒到另一個仲喺度猶豫緊嘅朋友。我哋呢啲喺海外生活嘅人彼此分享經驗，就好似喺黑夜裏面互相點一盞班燈，條路再遠都行得穩陣啲。如果你覺得今日傾嘅呢啲對你有少少啟發，唔該幫我撳一下影片下面個讚好掣，令平台可以將呢個內容推薦俾更多可能需要佢嘅朋友。亦都請你訂閱呢個頻道，並且開埋旁邊個小鈴鐺。我哋呢個頻道唔講快速賺錢，唔估股票升跌，我哋只係用最實在嘅經驗陪住你一齊，將辛苦打拼大半生累積落嚟嘅資產睇得明守得住，用得好多謝。你睇到呢度，我哋下一條片再傾過。